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莎拉。最近我物色緊一啲又輕便啦，同埋具有防盜功能嘅袋喎。因為自從去完歐洲之後啦，就發覺屋企嘅袋只係夠應付用喺香港啦、台灣啦同埋日本嘅短途旅行。去過歐洲旅行之後，就發覺一定要對自己嘅財物謹慎一啲啦，盡量避免一啲意外發生啊，同埋財物嘅損失。咁樣旅行先至會安心啲，同埋玩得開心啲嘅。屋企嘅袋唔係容易開，就係容量不足，自己帶出街嘅嘢都比較多，尤其係去旅行啊。除咗要帶紙巾、外沖、唇膏、梳、銀包，最重要嘅就係部 DJI。要揀一個唔容易俾人打開，又裝到需要嘅嘢，真係唔容易噶。最近偶然咁樣睇到 Gastanuga 呢個品牌，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？呢個品牌係嚟自瑞典斯德哥爾摩，主打以輕鬆時尚嘅形象融入生活之中，好適合我呢一啲又想輕便又想打扮嘅人。而且佢用嘅物料都係用再生物料嚟製成嘅，既環保又時尚。呢個盒嘅設計咧係唔需要你用戒刀去戒，咁就唔會話咧戒花個袋，咁樣直接可以喺呢一度搣，呢度搣就可以啦。而家就搣嚟睇下先。噔噔，呢個袋嗰個扣嗰度咧有3個調節位嘅，如果你擺得太多嘢出嚟呢一度嘅話咧，咁你就可以扣喺呢一個位置啦，咁就個袋就會鬆動啲，唔會話太壓迫咁樣。咁如果你可能淨係台包紙巾啊，又或者係啲輕便嘅嘢，咁你就可以扣到呢一個位置。咁嗰個袋嗰個色就會靚啲、細啲，同埋呢個袋咧嗰個肩帶咧可以調節嘅，咁幾長幾短大家可以任意調校啦。依家就睇睇內部嘅結構。呢個袋嘅左右兩邊都有一個紐扣，可以調節寬闊。另外，紙物嘅位置就有4個，1、2、3、4。根據官方網站嘅顯示，呢個袋具有防刮花同埋防水嘅功能。我哋而家就即刻做個實驗睇下啦。用具都準備好啦，而家正式開始。首先就係鎖匙。鎖匙係必須要攜帶嘅用品，喺袋裏邊拎出嚟必定係會碰到袋嘅表面，所以一定要實測。咁樣輕輕刮一下會點樣呢？睇起嚟都還可以，冇乜太大嘅表面花痕。之後就係噴水壺。喺英國旅遊嘅時候啊，突然遇到忽晴忽雨嘅天氣，一下子突然間落大雨，好容易令到全身都濕晒。我又拎住啲拍攝器材同埋手機，真係嚟一個措手不及啊！呢個袋可以防水嘅話，對於我嚟講係非常之方便。打開睇睇裏邊有冇濕先，表面嘅水只係需要拎張紙巾抹乾就可以啦。首先，而家就要執下平時會帶出街嘅嘢先。放完物品之後，個袋都可以保持形狀。後面同埋最前嘅位置主要放啲常用嘅用品，而中間同埋暗格主要放一啲貴重同埋大型嘅物品。網上面都有唔同款式同埋顏色可以選擇，但我就選擇咗呢一個奶油白 Mix 鼠尾草綠顏色袋。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個顏色比較中性化，所以男性或者女性都可以使用，一樣可以襯到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亦都可以憑着專屬折扣碼輸入 SALADRAW2025，享用呢個15% 嘅折扣優惠。專屬折扣碼就放喺 inbox 嘅位置，大家可以複製貼上。其實而家都計劃緊出年可能會去北歐旅行，所以而家就好努力咁樣去儲錢。如果真係實現嘅話，之後就可以帶住呢個袋體驗下佢有幾方便啦。想睇我之後旅行嘅分享，記得 follow 我啦〜